这个台中有国考的医生讲，每一年一过这个中秋节，到门诊看病腰酸背疼患者，嘛加出着一倍。一个问者知影讲，这个患者拢是用迄种真传统、真假的迄个烘肉鸡啊，坐鸡椅头啊里啊咧烘肉。医生讲，烘肉时阵，规个人腰骨伫迄个所在，会增加椎间盘的压力。这款的姿势维持愈久，腰就愈痛，对两骨的伤害嘛愈大。 当年中秋，大家拢伫烘肉，像呢烘肉架放甲真低，坐伫椅仔顶，安尼压落去烘爱细致，唔通烘甲腰酸背痛。追踪它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在烤肉的时候，烤肉架一般都很低，所以我们不是蹲着，就是坐着很矮的板凳。 医生发现，大家若中秋过完去治疗腰痛到骨科看这个病患队加一倍，一个问发现讲，因烘肉的时人拢压，骹头趺拢比尾椎较悬。 向前倾一个弯腰驼背的姿势，这个椎间盘的压力比起我们正常抬头挺胸姿势会暴增2倍以上。医生提醒讲，腰若捌受伤，也是较真是椎间盘有问题患者，爱避免压落去烘肉，上好将这个烘肉架呢贴较悬的，甲用烘肉炉徛咧烘，也是伫室内用专用的电炉伫厝内饭桌顶烘。 真正若无其他烘肉设备，就爱轮流烘，也是讲每10分钟就徛起来行哩。千万唔通挺强，一个人烘所有的肉，腰较袂痛，也是讲较袂去伤到腰脊棍。